歡迎大家收聽 Soul Talk， 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農曆新年又就嚟到啦，2026年又啱啱開始。其實我覺得最好嘅就係呢段時間諗下點樣做斷捨離。我諗好多人都聽過斷捨離呢3個字，但係又有幾多人可以做到呢？希望你都能夠成為一個能夠斷捨離嘅朋友。斷捨離嘅意思其實就係將一啲物品進行減去嘅方法，為你自己嘅生活加分。其實咁樣做亦都可以幫助你嘅家居嘅能量場得到改善，同埋調整一個好嘅狀態。雖然坊間有好多協助你嘅工具去調整你嘅空間，但係我覺得首要嘅係你需要做斷捨離，清理咗屋企太多嘅雜物或者一啲不必要嘅物件，因為你家中嘅物品可能都有少少堵塞咗嗰個能量場，所以必須第一步嘅就係要斷捨離。都明白到中國人有時候覺得唔好嘥，用得就用啦，或者放喺度遲啲都有用。但係其實有時東西越多嘅時候，製造出嚟嘅空間就越嚟越少。但係如果你能夠真係狠心啲去做一次斷捨離，你會發現屋企嘅空間能量係有所不一樣。同樣地，心靈空間亦都需要斷捨離。你有冇數過自己有幾多個朋友呢？而家喺中學時代或者係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或多或少都有唔少嘅同事朋友一齊出去周圍玩、周圍食，或者以前好興嘅唱卡拉 OK。但係當你嘅人越嚟越大嘅時候，反而你可能係中意咗喺屋企，因為太過喧鬧嘅生活，有時都係時候要俾自己一個空間去唞一唞。大嘅時候，你會發現屋企人比起朋友，感覺你會更加珍惜你嘅家人。朋友有時太多嘅時候，我覺得做一個心靈斷捨離都係好。呢個朋友想約你去食餐飯，其實你同佢個感覺係點樣？如果你覺得大家都傾到偈開心嘅，咁當然可以繼續食飯啦。但係如果譬如話每一次出到去一大班朋友，你都有寂寞嘅感覺，新劇場嘅入邊，佢哋嘅角色扮演已經完成咗佢哋嘅任務，因為喺你嘅人生入邊，佢哋人物嘅設定已經完成咗佢哋要做嘅嘢，你亦都會面對唔同嘅新嘅角色，所以俾自己一個心靈斷捨離，讓你嘅心靈騰出更多空間。只係你需要諗下，如果一大班人出嚟嘅時候，你出去嘅價值同你嘅感覺，再感受你值唔值得去做呢件事。當然唔係話叫你同人哋反面啊，只係冇必要嘅應酬，其實亦都可以減少。呢個都係你其中一個斷捨離嘅功課。希望大家都能夠成為呢個斷捨離嘅先鋒。斷捨離嘅智慧其實除咗應用喺生活入邊，亦都係應用喺你嘅心靈上邊。隨住時間嘅推移，我哋嘅生活除咗物品之外，亦都身邊有好多不斷累積嘅朋友，亦都會有啲複雜嘅人際關係，所以更加需要人生斷捨離，作一個俾自己嘅心靈斷捨離。因為當你願意放下呢啲執念，去斷捨離呢啲關係，你嘅思想亦都會換咗一種唔同嘅生活方式，找到嘅都係一啲新嘅空間，讓你能夠放一啲新嘅元素喺入邊。有時人係會有好多唔捨得，你當願意去放下，其實你嘅內在得到嘅會係更多幸福感。物件嘅斷捨離，你可以嘗試去轉賣、捐獻或者攞去回收，嘗試去設定一啲時間俾自己進行斷捨離。生活上面或者心靈上面嘅斷捨離，你亦都可以寫一張清單俾自己，希望呢一年你能夠做到嘅係邊啲斷捨離。
讓你嘅生活騰更多嘅空間出嚟，去感受新嘅事物，亦都讓你嘅心靈騰設多啲唔同嘅空間出嚟，讓你能夠填滿更多嘅愛同幸福感。一個下午陽光充沛嘅日子，望一望你屋企有冇啲乜嘢係需要斷捨離，亦都可以寫一張心靈清單俾自己做一個心靈斷捨離。希望呢個心靈斷捨離同呢個空間斷捨離都能夠帶嚟俾你再多啲嘅能量改善。謝謝大家收聽 Soul Talk，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下一集再見，拜拜。